时间时间，熬下熬下熬成婆。下面煮着煮着煮成粥。阮都无介意阮两个结婚。冤枉啊！啊，我唔是有买一口呢。那小太多啊爸。对面金仔店已经是最大一颗了呢。你金马店后来就倒啊。谁知道老板娘跟师傅跑了？就是觉得导演跟剧组都非常用心，因为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映射的画面，本来剧本里面也没有，然后导演就想要让整个剧情更丰富、更有趣，然后就想了这个桥段，然后就叫我来客串玩一下。我无要转去。虾米？你要转去？第二个，赶快！我无要转去。哦，我要转去。第三个，我无要转去。我要转去。第四个，我无要转去哦。妈，你要留来哦？我无要转去。第五个正常一点啊，第五个。我无要转去。你要留来？对啊。领导。啊？领导。啊？领导。哈？领导。领导。还来超过4个了吧？去到乐色，我要回去了。放心啦，你很快就会看到你女儿。谢谢，妈妈。觉得，因为就是不知道，我就觉得看到一定就很有感觉，因为就觉得在媳妇家被欺负得很惨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看到居然是一个最陌生的人对我最好，我就想说这个妈妈也太心酸了这样。虽然是喜剧，可我觉得在很多情感里头其实是很真实的，对。对，我觉得一个人都好孤单哦。就阿弟看他那个身形也很孤单，然后觉得妈妈一个人来这里找小孩，其实也好孤单。